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开始今仔日礼拜进前吼，咱来串练诗歌。做礼拜吼，因为咱感觉吼，做礼拜毋是惊咱来听道理尔，吼，咱做礼拜是一个对上帝的服侍。所以咱在唱诗歌的时阵，咱来感觉咱若像亲像天使甲天君咧唱歌共款，吼，希望大家拢会使唱出你的声。你毋免惊家己的声无好听，因为大家拢咧唱家己的，就无听到你的声。吼，所以咱大家拢大声来吟，特别是咱今仔日第一首吼，第一首是一个乌老的诗歌。吼，咱伫乌老的时，嘛咧乌老上帝，咱会当亲像咧想讲，咱是天使天君，咧带一个天堂的一个聚会，互咱三甲四肢伫遮，就是要大声吟诗，大声来乌老上帝。咱来唱273首。唱的时阵，佫是想讲咱是天使天君，咱家己大声唱出来，吼，第二咱。唱的时阵，就亲像咱的信仰告白，吼，咱大声吟出来，来乌老上帝，唱出咱的信仰。第二首吼，是327首，吼，今仔日咱的第二首应该是327首，327首才对，第二首。对，第二首327。
咱即马还没有投影，咱若是有迄个信息会当显开，应该第二首是327首，第二首的时歌应该是327啦，投影还袂出来。啊，搁还个有首即首327吼，啊，即首吼就是咱礼拜了吼，就是讲道了，咱今日神学生你有要甲出来甲咱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一个吼，就是咱有关于一个罪人，我们的认罪吼。啊，唱了咱就会祈祷，祈祷咱就了就有金句吼，咱会读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读了咱来唱即首诗的时阵，是一个咱的认罪忏悔的诗。啊，即首诗吼真无共款，可能大家无识啦吼。我自己吼，先听的时阵，我就感觉讲，足奇怪的，即首诗足奇怪，很像一个日本演歌啦。我刚开始听的时候，像一个日本演歌，小调吼。毋过我听几啊遍的时阵，我就真正感觉这个很有一个哀伤、忧伤、痛悔的心，求上帝降插我。等一下你听看卖这个旋律吼，会真感动。啊，这个是一个陆维道牧师，伊是台南神学院的牧师啊，伊甲因爸爸吼都是在音乐方面很有天分哈啊，他是一个做民族音乐的采集，所以他对于这个台湾的民族或是日本、东亚，就是东方音乐的研究，我很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伊听很多黑人灵歌，啊，伊就感觉讲黑人都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黑人灵歌，他觉得很感动，所以呢，他就想要说，我们也来做黄人灵歌啊，就是我们亚洲人的灵歌，所以这首诗就有一点类似亚洲人的忧伤、痛悔，跟上帝的就是呼求，好啊，咱听更清啊。同时，我们也来念一次，好，来把这个歌词念一遍，哈。主上帝，求你感察我，试验我，知我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引带我行伫你引带的路。所以这就是一首祈祷，哦，咱就是爱，因为今仔日赞尔，咱就唱这个啊，咱咧做礼拜了的时阵，毋是了吼，听讲道了的时阵，咱就是迄个时阵，咱嘛用忧伤痛悔的心来祈祷，吼，我们现在先等于等起来，咱前奏，吼，啊，咱前奏了就开始，因为前奏比较短，啊，咱对前奏开始前后。心情，搁来唱一摆，啊，等一个做礼拜时阵唱一摆就好。咱即马先搁来练习一摆。台语的安尼念吼，啊，咱到时就做伙来用安尼的心来祈祷。啊，咱搁来练一个第三首吼，就是咱要上营吼，就上营的歌，今仔日嘛是无共款。
咱忧伤痛悔忏悔了后，咱会当得到救恩。吼，这就是112首，圣诗112首。啊，这首诗吼，咱搁嘛是无共款哦。啊，咱伫圣诗内面有写讲，前面一句是领唱，后面是会众唱。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一起唱，但是我们会请一开始写领唱的时候，圣歌队就比较帮我们领唱一下，只有第一句领唱，然后会众一起唱，再第一句领唱，再会众一起唱。好，就这首歌呢，又是一个那上面说那是哪里的歌？非洲的。哦，辛巴威，对，辛巴威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民族。但是这首歌这首吼，就是救恩啊。咱头我吼有忏悔求主感察咱的内心啊。伫礼拜了后，咱就因为得到这个救恩，咱就来学咯，吼，咱来就来开始来。我们把节奏弄清楚一下。哒哒滴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再快点，哒哒滴哒滴哒，第二音不用唱，哒哒滴。好，那我们按手第3节哈，第3再来过来一遍哈，来，请在。这是咱常用的诗歌，咱就做到时阵，咱就用安尼来学咯，为着咱的救恩来感谢。吼，今仔日的练习到这，咱希望咱等一个就是对学咯告别咱的信仰，做天使天君开始，啊，然后咱来忏悔祈祷，然后咱来感恩咱的救恩，啊，准备心来做礼拜。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走吧。
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三甲来金诗乌鲁上帝，圣诗第273首，圣诗第273首，请起立。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罗马利亚出世，伫温州第六岛礼拜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荣誉。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做伫全能的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搁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互，罪赦免，体国我，永远阿门。请坐。三甲用客应文11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客应文11篇。罪得着赦免，罪过得着擦消。上主无算伊的罪，佫心无干燥。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绵日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袂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总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
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路无底势。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供应的主，是全能全知的主。阮每一个人拢是你的创造。你知影阮每一个人，你了解阮，知影阮的软弱，也赐予阮无共的恩赐、才能，替阮陪伴阮生命所需要的一切。但是阮伫即个世界，时常用着阮的工作、生活受烦，为着未知的未来惊吓。我嘛时常在意别人讲的话，别人对阮的看法，追求别人的欢喜，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甲呵恼。阮时常追求世俗的成功，就是有名利、有权利，会互阮快乐。却无小心伫追求名利、权利的过程中，迷失家己，失去快乐，变甲空虚。阮也时常坚持家己的立场，无愿意改变、退让，因为安尼甲人有冲突，心内艰苦、忧闷、伤心。求你帮助阮，时常想起你才是阮生命的主。阮只要专心追求你的国甲你的义，阮需要的一切，你拢要赐予阮。也求你时常提醒阮，你是阮生命的光，你要照光阮的道路，互阮袂迷失、袂惊吓。我靠你，阮的内心要得到平安甲快乐。也求你引带阮，互阮有温柔谦卑的心，甲人建立合一的关系，用疼心甲人和好。袂互人跋倒。阮嘛要算数你的恩典甲恩赐，时常感谢你，用你赐予阮的才能、时间、金钱来服侍人、服侍你，活出基督的模样，替你发光，传扬福音。阮知你要使用阮每一个人的性命，纵使阮时常犯罪，你犹原疼阮，你犹原要使用阮。感谢你无变会听，阮也要搁较努力、认真明白你，追求真理，因为阮知圣神要伫阮读经祈祷、做礼拜时来亲自感动、改变阮，互阮智慧、平安甲喜乐。阮诚心拜咧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我
请做伙来讲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20到第11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第114页。透早搁到伫殿里，百姓拢就群伊，伊就坐地要教示因。因学士甲法利赛人带一个妇人人来，是伫行奸淫的事，互人抓着的，已经互伊徛伫中央。因就对耶稣讲：“先生，即个妇人人是拄行奸淫的时，互人抓着。摩西伫律法命令阮用石头钉死即号的妇人人，当你讲怎样？”因讲安尼是要试耶稣，爱得着有香通过伊。耶稣就按药用枕头仔写字伫涂口。因犹原问伊无煞，耶稣就挺身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侪个人通大声用石头钉伊。”就搁按药用枕头仔写字伫涂骹。因听了，就对老甲少年一个拢出去，只有耶稣家己伫地。妇人人犹原徛伫中央。耶稣挺身起来，甲伊讲：“妇人人啊，因伫倒路，无人定恁的罪吗？”伊讲：“主啊，无。”耶稣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去啊，打以后无得过犯罪。请让先学生讲道，题目是：咱拢是罪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姊妹大家平安。很开心这一年在这里跟大家学习。我想用特别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我的族群与文化。真欢喜今年用伫遮来甲大家做伙学习。我要用一个特别的方法，互大家认捌我的族群佮有文化。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我能说台语，但台语并不是我的母语。大家拢期待我人讲台语，毋过台语毋是我的母语。谢谢松山的家人们不强迫我说台语。感谢松山教会的兄弟姊妹无规定我一定爱讲台语。所以今天的讲道，我用我自己的族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讯息。所以今仔日的讲道要用我家己的族语，甲大家分享今仔日的信息。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一开始之前，咱做伙按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在台湾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族群，让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来敬拜主耶稣基督你。我们把以下讲到的信息都全然交托在神你手中，从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Mana siya singsu siya tumat Yesu mat manava punun hai mana siya mana nanava mas Palisay pintu busya Yesu tungan matay ma Palihai aitu malus pingat。对经文中咱会用看到耶稣伫会堂内咧教示人，有一阵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头前。带着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那ai hai isya sapan tu punung jinasya simpan mas malupingat tan。伫耶稣甲众人的头前，因要对即个妇人人来行审判。Mana nava mas Palisay pintu hai isay ja na isan kahubuan tu taisan。伫迄个时阵，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有真重要的身份。Itu tutip tu sidan hai kamani tu taisan syahu patasan mazama manama hai mapis hai ai ma singsu malupu。
伫迄个时代的人，大部分是毋捌字的，所以经学教师的即份是因会用读圣经，并且解说圣经的律法，互人知。Ang tavalisay pintuhay, malucing, muska pinmapalupujing, mazama pakasya, mananavajing, tuna mapunun. 法利赛人是真严格伫遵守所有的律法，而且因足够用文字的方法甲人辩论。Mananavahay, palisay pintu, na ayhay, haya mas lupu pahu aiku mas mantu sintutan fan. 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因为因的专业，因足了解法律所讲所要爱证据是啥物。Isya lupu cinhay aza tuzan punun makanung sinja mazasu azatu siya mamang sutudatu pinlahay inuan. 伫法律顶悬要求，像即款的罪，爱有2个见证人爱提出证据，并且爱亲目睭看到因咧行奸淫的过程。Tudusa punun hay taskung siya mamang siya tu sajing. Tudusa tu simpa nuhu sinatu fahahay asa tu mazan. Min nitu mazan hay nitu matu min siya. 即2个见证的人爱同一个时间看到因所做的代志，而且因所讲出来的证据爱完全共款。若是无共款，就无法度来定罪即2个人。Mazava li siya pintu mananavahay. Nihay aiza kanatan paho malus pinga zahay tana idudiva. 所以照安尼讲，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是有完全的证据，会用证明即个负责人是有罪，并且会用该定罪的。Maza malus pingat hay isya palihay utamun. 毋过，即个人是即个负责人是行奸淫的时阵，互掠着的。Manasya singsu hay aiptu atu mimpa siya zanan ay pata hulunin maman panana najing. Isay siya bantu haling mapasan sinapaka patu matu panana. 伫经文的了解，阮讲即个负责人可能是结婚，也是已经有婚约，所以伫即个婚约甲婚姻中，伊陪伴伊的丈夫犯着奸淫。Uan mas mapajing hay maluspingan mas mapanana hay ukwan ning malapantu mapatasan. Uan isya singsu hay uka pali uning mapananatu singkuza-kuza. 若是安尼行奸淫的，应该有2个人，因应该做伙，互人用石头来定死。总是伫经文中，咱拢无看到，嘛无讲到甲另外一个人有关系的代志。Karena siya lipun hay mapanana zahay napantasan aming kapuan tanah aming pananazan aukay maluspinga tina simpuan. 所以照着律法来讲，另外迄个查甫人应该嘛爱互掠来审判，用石头钉死，总是应该迄个查甫人放走，留负责人一个人来面对审判。Mas mananavan Falisay pintu hay isya Yesu tu tananaw sakuda maluspingatan. An maluspingat pusyanong sinta tananaw punujing. 当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将伫耶稣的面头前，将即个负责人带到证人面头前的时， Na ay hay samutan malupingating. Ana matu nit I aiku ada mapinsu tu maluspingating. Uan atu su nancing maluspingat nampu siya Yesu tu tananaw. 即件代志其实已经侮辱到即个负责人，
因其实会用私底下处理即个负责人的罪犯奸淫的代志，总是应该即个负责人带到伫众人佮耶稣的面头前。Mas nanava valisai pintu na ai asa tu Yesu na makwa adu Yesu malu 关境真古大。所以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因其实是要看耶稣要安怎做。pana ai asu manung Yesu tu 关。要照着即件代志，因要来找会用真做陷害耶稣的证据。Isaisha sinsu hai mas nanava valisai pintu hai adu sang amin malus pingat kau usia ampun kan tasisan quan nung 审判。所以，当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将即个负责人带到圣殿的头前，要叫大家做伙来审判定罪即个负责人的时， Isya lipun tupau tu mas aiza punung na mulifa hai matu katalan na taucing lipun hai mas tupau punung kusya mamantu tutan。其实伫律法的顶悬有讲，伫人咧犯罪的时，会用较紧阻止因要来做即种代志，嘛是互因来回转。所以律法毋是干那是审判甲定罪，嘛是求怜悯，互人回转的。Isya su ampu kwai jing tasis an hai singza amin patu na patu malus pingatan。毋过，圣殿头前即个的证人是参与伫中间，毋过因是准备要摕石头要甲即个妇人人钉死。Uka punung macinghu malus pingatan isya imita singni homis hai aza mazan taisisan tatung。遮侪人内底无人徛出来要来引带即个妇人人回转。伫阮的生命中，咱是毋是嘛亲像遮的人共款？Kami liskin tu tananaw simpan punung nito siya maucinghu matu kasya mamautu tatatong。面对即款的代志，咱是甲经文中的证人共款，敢若想着要审判别人，要讲定罪，还是咱愿意徛出来引带别人归向上帝？Uskung kwan hai aiza kana siya aiza pantu nitu mutu isan isya 群主 mapantu tananaw mas ana tu halingan。最近班级内底有发生一寡代志，班长因为无介意有一寡人伫群组内底分享一寡生活相片，佮有心情，所以伊摕到伊家己是班长的权力，来制定一寡规则，若分享相片甲心情的人会互踢出去伫群组外口。Usai singki haya ni ai haya pitu makwan ana masyalan sutumas uka kwan nam pantuntunan。伫迄个时阵，我袂赴来回应嘛，毋知要安怎解决即款的代志，所以就看到群组内底大家安尼冤甲真厉害。Kana hai ai tu hai patu mavantu pali hai kata hai mu ampu isya jintungan sya 群组。第一个是大家无了解为虾米班长要互即个人来退出伫群组外口。Tusa maza pali kanan mapatu jing hai aiza jina pana jing uni mampaja tu kikai an mu nuan。第二个是有一寡人知影吼，班长甲即个同学因其实是有过节的，是毋是要借着即个机会将即个同学来退出？Tao taza tu ming tu matu isya 群组 mapan a palinutu tu halingat paha palikatan hai muan ming isya jintungan。第三是有的人无介意群组内底有人传即种物件，所以因借着即个关系，请班长将即个同学踢出去。
Saya hai inantu inu liskingan, palikan hai mampacacing, in kau kazu,你甲命蛮度了理解。这拢是阮所起摇有可能会发生的代志，毋过阮无听到班长家己讲出来是发生啥物代志，伊为虾物要安尼来做。Musyasu isya bantu tu ukwan na hai nitu ispalivan siya syakwan ana muuwan isya bantu tu ngan siya chunzu. 毋过伫即款无甲同学讨论的状况下面，伊家己决定要将即个同学来提出，也是制定即款的规定，即个本地就是毋对的。Inantu ukwan hai hayajin ni sayajin syatu vantu matu honeymoon kaza mapi tai tungtung tu bantu syajin mukwan saya hai masyal。有人即个做法，互班级的关系变了真无好。有人指责有无共想法的同学互相对立，嘛有人毋管对还是毋对，要为着班长来讲话。Tuptit mas nanava valisai pintu hai mata mapali hai aitu malus pinga kusya uka pakau jing hai. Is Yesu hai nitu musuntu nang malus pinga jing。咱转来看，伫经文中，当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伫将即个行奸淫的妇人人带到会堂中，耶稣并无马上来指责即个妇人人。Karena ta'aza manava hai mas valisai pintu jing makwa na aitu hu malus pinga jing tukuan mananava mas valisai pintu hai aiza satu makwan tu Yesu satu mas syajing tumantu。耶稣先听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对即个妇人人所行的来指责、来批评，总是即个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毋是真正要公义做一件代志，因是要看耶稣要来安怎解决即个问题。Mas ni Yesu karena siya musay tu lipun sinavan tu halinga hai mas mapaucing hai na matu inan ayap tu muampu Yesu。若是耶稣无照着摩西的律法来教示，还是来审判，安尼因有用掠耶稣的证据。Yesu hai nitu karena siya inajing tu inuliva king kaiking simpan malus pinga jing。总是耶稣无顺着因的想象去做一件代志，耶稣无审判，毋过耶稣嘛毋是无审判。Kata tu mas taisisaan sing makwam muuka inuliva taada taisisaan tasa ta latang tu napatu aming mudan aitu minta hai su Yesu ma pasisya mas nanava hai mas valisai pintu。伊对众人讲：恁中间谁无罪，就用摕石头甲伊钉。所以大家听了后，经文讲一个老的说，甲石头囥落，并且离开。耶稣将即个谁是罪人的审判的问题行转去，互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Isya imitatu singho mishai matuan kata mazam mas nanavan mas valisai pintu matuan tu isya taisisan inuliva。伫咱的生活中，真侪时阵，咱亲像法利赛人，佮有经学教师共款，要去定兄弟姊妹的罪。Min tu kata mas aiza palihai aitu malus pinga jing tu kaza kuza nitu karena siya kami sama mahainan singkuza kuza。
有时阵，咱嘛亲像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阮所做的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事。Ai amin tu kana tama tehaning na lutun taisisan sing pi sing zapatu malus pingata tananaw. 有时阵，我嘛亲像遮个边仔咧看的人，当有人咧定罪别人的时阵，阮嘛摕着石头要甲因定。Ai Yesu hai nitu manas kaming maubajing imita tu sini homis. Kau musu hai satu anak-anak. 总是耶稣并无愿意看到咱做顶悬即款的代志。耶稣将眼光放转去伫妇人人的身上。Mas tu mantu anak-anak tu inuliva hai kami siya mahai matu kaliking. Taida mas tuntun hai nama tu minta kasya mamantu tutan. 当阮将眼光放转来看到妇人人的家己，也是咱家己的时阵，当咱承认家己是罪人，上帝的怜悯、恩典甲公义会显现，才会引带阮行正确的道路。 Mas ni kata tu mutan anak-anak tu kwan hai tehaning tama hai nu ukwan singki taida mas sing tu kata ki na mutan tu sing muliva tu tanajin. 若是咱无真实来面对家己所做的无毋对，毋对，也是咱家己的罪，上帝无法度伫即中间来行出伊的怜悯甲恩典，安尼咱又有缘行伫咧错误的道路顶面。 Adu asa kasu insya inuliva jing. Adu aiza punun tas kusu au aipa mas syajing tuta. 咱拢是罪人，即个人有可能是你，嘛有可能是我。咱会希望是互人定罪，也是希望有人引带，并且陪伴咱行过即个认错并且回转的过程。 Na pasi taha mala paujing hai anatu patu mati lutan zatu tamahai malusking ka ala mas minta. 伫面对家己的即个过程，虽然会艰苦，毋过咱爱相信上帝一直拢一只来引带咱行正确的道路。 Yesu hai nitu mahtu malus pingan inuliva. Nama kwa kata. 耶稣无定即个妇人人的罪，毋过咱要安怎来做？ Na kata tu ukwan sing kaiku pantuntun ma tu inuliva. 咱本地就无资格用去定别人的罪。 Isya hai muan tupau tu 毋过耶稣佮讲一句话， mudadan kani munan muliva. 伊讲去对打以后毋通佮犯罪。 Yesu hai matu kalaking siya ian minuliva tu punun. Minuliva amin kata tu punun. Nitu matu punun tu inuliva. Mas taka puan hai maka makwa muskun syacing isya aib tu tip lahaipan titu. Maza muliva tu punung an hayatu zaku hayatu su'u. 耶稣怜悯伊是一个罪人，耶稣嘛怜悯咱是罪人。除了毋通并定别人的罪，耶稣讲打了后毋通佮犯罪。咱安怎正做引带别人，并且陪伴兄弟姊妹继续往头前来行的人，也是咱要安怎期待别人要安怎引带阮，陪伴咱来行往正确的道路。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愿天父让我们都先看见我们眼中的梁木，
才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除去吊刺。愿圣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时刻提醒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咱做伙来读2遍。伊讲：主啊，无；耶稣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去啊，打以后无得过犯罪。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伊讲：主啊，无；耶稣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去啊，打以后无得过犯罪。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327首。327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廖桂干执事、吴慧芳执事、曾玲仪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阿伯。请起立。请坐。
消息报告：本教会邮局的户头使用到6月底止，未来兄弟若要转小奉献时，请转到合作政区的户头。第4点，松山国小4名教育事工定后礼拜2透早8点要举行结业式，请义工老师7点50在辅导室集合，欢迎关心的兄姐参加。第5点，拜六社区 Children of Light 春季班定后礼拜6透早10点要举行结业。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找中级订正。周间聚会甲后礼拜圣港事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的教会最近有真侪喜事，亲像李世典甲李新荣姊妹的查某囝李伯恩，伊伫甲展义豪伫5月30号有登记结婚，因等者会伫第2场礼拜伫遮来誓约。咱嘛真恭喜齐云，庆仁长老的查某囝齐云甲阿丽秀，因伫拜5有得到一个查甫囡仔，咱嘛为着齐云的恢复来祈祷。咱今仔日嘛看到牧师娘孙牧师娘，伊抱着即个世轩加慧芳的第3个查某囝咱请牧师娘抱来，咱伫头前为伊祈祷。来，伊叫语言，语言，世轩甲慧芳，第3个查某囝呢，所以即马牧师娘嘛足辛苦，伊拢爱顾几个囡仔呢，好，咱来为语言来祈祷，来语言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赏赐世轩甲慧芳，因有第3个查某囝语言，我为着语言的成长来祈祷，恳求你保守语言，会当伫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照顾下面，健康平安来长大。主啊，恳求你看顾，互语言会当伫伊细汉的时，伊虽然还袂认捌信仰，但是已经受接纳伫阮教会即个大家庭的内面。也恳求你保守，互众兄弟姊妹嘛会当关心即个小女孩，互伊会当伫教会嘛会当受到好的栽培。阮也要将牧师娘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你保守，伊爱照顾真侪孙仔，恳求你赏赐互伊健康的身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拍无啊，欢迎语言，足行诶。好，咱即是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伫各地宣教师，为着咱教会建堂事工，为着欢迎的姊妹属地，为着带院的明德兄，互伊个手术已经完成，但是伊爱住伫福建的病房，佫爱住一礼拜，咱嘛为着伊祈祷，嘛为着身躯欠满的秋菊姐、清真兄、西江兄、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素贤姐、道明兄、明珠姐、阿淑姐、俊成兄、阿卡姐、周雄兄、来富姐、应轩张老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怡丽、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雀老师，互咱为着遮的人来，为着遮的集体，为着遮的事来祈祷。主啊，阮拢是罪人，伫你的面前，阮无一个人是完全的。总是主，你呼召阮进入上山教会即个大家庭，互阮做伙伫遮来彼此扶持、学习信仰。主，阮相信，透过阮遮年长的长辈，因好的信仰的传承，要来互阮遮的少年、细汉的一辈，得到搁较侪信仰的造就。主，恳求你就使用阮，保守阮。
互阮对年长到细汉囡仔，阮拢会当伫教会，无论是阮的身体，也是阮的灵性，拢会当健康来成长。主，阮为着今仔日，阮所看见有侪的兄弟姊妹，因身躯欠安，无法度来到教会敬拜，也是因长期伫福建的遮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保守带领遮兄弟姊妹，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也保守因厝内的人，互因会当有健康来照顾遮病人。阮也要为着阮的姊妹齐云来献上感谢，感谢你，互伊真平安来生出一个健康的囡仔。恳求你继续看顾伊的身躯，也保守即个家庭，互因有做准备，会当来照顾即个囡仔。阮也为着伫华营中间的属地来祈祷，恳求你也继续看顾保守伊。伫福建病房的明德兄，也恳求你医治帮赞，互伊紧紧来恢复健康。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阮的真侪事工，恳求你会当来看顾，保守遮的同工，互因无论伫公园、伫学校、伫教会内面，拢会当有喜乐的服侍。阮也为着伫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带领遮的宣教师，互因虽然拄着真侪无共款的情形，但是主恳求你赏赐，互因有心志，会当来仰望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甲台湾来祈祷，恳求你帮赞保护阮的即个世界。虽然即个世界有真侪的罪，真侪黑暗，但是阮恳求你的赦免，恳求你的医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建堂来祈祷。主，虽然这是一个真大困难的代志，但是主，阮要仰望你，也恳求主你带领阮。主，阮为着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恳求你，互阮每一日会当行伫主你的旨意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第112首，圣诗112首。吟诗了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